大家好，今日分享一下馬灣一日遊。五一假期，諗住帶大家出去行下，特別想去行山，所以嚟咗呢度。今次從荃灣地鐵站出發，直接坐車331S 去到馬灣消防局。荃灣地鐵係中途站，上到車已經冇位坐，要企。落車之後見到球場，沿住球場鐵絲網向左行，跟住指示牌就會見到登山徑嘅入口，唔係好明顯。行一陣就去到第一個休息處，嗰度有幾張凳俾人坐。分岔路左轉就係一個海灘，開頭啲路都唔錯，但慢慢就開始難行，特別去到海灘嘅時候。海灘唔係好大，但人都幾多，水啊真係好清，同埋風景都優美。出邊可以望到燈籠洲，跟住我哋沿路折返，繼續爬山，好快就去到涼亭。不過成程都係樓梯，都幾辛苦。嗰度風景優美，可以鳥瞰成個馬灣，特別係羅亞方舟，都幾唔錯呢個地方。停留一陣之後，我哋就落山。落山嘅路相對比較輕鬆，最後都係去返球場巴士站嘅另一邊，唔使走回頭路。巴士站隔籬已經係馬灣1868嘅入口，佢係另一個景點。1868本來係一個圍村，活化咗之後就係一個旅遊區，有好多色彩奪目嘅房屋，仲有啲鋪頭出租俾人。不過呢個區比較新，好多店鋪都仲未開門。中心有一個咧補給站，嗰度可以買啲嘢飲，同埋呢度睇咧急水門大橋，真係景色唔錯。景區嘅盡頭有一個海灘，玩沙都可以，但而家唔好落去游水，水入邊明顯見到有水霧。同埋呢度咧睇急水門大橋仲正。景區都保留咗一啲古蹟，例如涼亭啊、九龍關石啊，同埋馬灣村嘅牌坊，都好有呢個攝影同埋打卡嘅價值。去完馬灣村呢個景區之後，我哋行去東灣，但我哋冇入到羅亞方舟。東灣就係羅亞方舟嘅所在地，嗰度可以睇到成個青馬大橋嘅景色，影相非常之靚。今次離開，我哋搭船，坐呢個快船直去中環，都幾舒服，至少有位坐。多年冇嚟呢度，呢度變化真係好多，新嘅景區設計都唔錯，影相都幾靚，但又唔係覺得好驚喜咯，我只可以話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